希臘喺星期日舉行國會選舉，外界預料每一個政黨可以成為大多數。國會兩大政黨社會黨同埋新民主黨可能要同其他嘅政黨組聯合政府。歐盟擔心選舉結果會影響希臘削赤嘅進度。喺首都雅典，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領袖韋尼扎洛斯出席競選集會拉票。韋尼扎洛斯表示，現時希臘面對嘅困局，所有希臘人都有責任，但期望經歷困境之後，可以為國家帶嚟好嘅轉變。佢話：若果選民唔投社會黨一票，希臘或者唔能夠達至削赤目標，好可能令希臘喪失歐盟成員國資格，陷入更惡劣嘅困境。佢承諾，若果得到選民支持，會減輕削赤力度，唔會減少退休金或者加稅。今次國會改選300個議席，選前民調顯示社會黨支持率只有唔多於19個百分點，同上屆國會選舉比較，支持度大幅下跌超過一半。分析指，主要係因為社會黨接納歐盟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嘅要求，大力推行緊縮開支政策，令民望大跌。雖然另一大黨新民主黨支持度領先，但外界預料今次選舉冇政黨可以成為國會大多數。而新民主黨亦都表明唔會同社會黨組成聯合政府，令希臘前景更加唔明朗。歐盟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都擔心今次選舉會令一啲反對緊縮開支嘅黨派加入國會，阻礙推行緊縮政策，減慢希臘嘅削赤進度。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導。